Hello， 大家好，我係 MM Beauty 美妝主播，我係蘇蘇啊。嗱，今日大家入到嚟呢，蘇蘇咧就主要咧就講三大嘅技王，同埋咧教大家點樣去用一個正確嘅手勢去做到一個超級好嘅效果，就係用翻你面部嘅黃金比例，同埋我哋嘅手勢嘅黃金去點樣去做翻嘅黃金線去做翻你面部嘅黃金線條。咁所以今日入咗嚟嘅 fans say a hi。嗱，今日嘅教學其實我真係翻咗好多課，啲課咧仲要係未上架嘅，咁所以咧其實我都係要即係注重一個教學咧，去教翻大家點樣用。因為其實老實講，大家都已經係收咗好多嘅機，然之後咧就係真係唔識用嘅，所以蘇蘇咧連貨都唔賣啦。咁啊，所以咧就直接咧同大家去做一個直播。當然啦，有興趣嘅 fans 肯定要買啦，係咪先？好，咁蘇蘇分享咗出嚟先。嗱，大家入咗嚟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呢一個直播俾身邊嘅朋友，記得去讚好我哋嘅 Facebook 啊，讚好啊呢一條嘅直播啊。俾少少時間蘇蘇，知唔知今日入嚟係做啲咩㗎？大家知啊嘛？知唔知？Hello Susan，Hello Vanette， 入咗嚟嘅 fans 同蘇蘇 say 個 hi 好喎啊！嗱，今日呢個教學直播咧，其實我應該要係今日呢個教學直播，蘇蘇應該要係等多少少人入嚟，我哋先至開始噶。Hello 郭小姐 ，Hello Bernice，Hello Tina，Hello Christy，Hello Susan，Hello 方。如果大家入到嚟知道呢個直播係做啲咩嘅，打個知字係啦，咁啊蘇蘇分享埋個電腦嗰個 Facebook， 咁就可以正式開始。知唔知今日入嚟做咩？教大家做機啊！蘇蘇而家用心良苦啊嚇，直播賣貨啦，正常直播賣貨噶嘛，而家連貨都唔賣啊！你而家好叻啊！你哋入到嚟直接加一嗱，今日嘅直播咧，蘇蘇咧就係冇獎抽嘅。知唔知點解冇獎抽啊？因為咧儲咗個大獎，下個星期抽，但係你哋可以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先。咁有加一嘅小嘅 fans 小助手唔該啦，小助手唔該幫蘇蘇咧就 mark 低加一。哇 Linda 你我唔督爆你 OK， 我好叻啊！你哋係啦，如果知道嚟今日係做啲咩嘅就打知道，因為咧呢一個直播對於即係所有女士嚟講咧，其實係相當重要嘅。知唔知點解咁重要啊？因為 Facebook 咧而家1個月左右啦，佢就會 delete， 即個直播咧就會自動刪除噶啦。咁所以咧各位 fans 咧，所以各位 fans 呢個直播真係好好珍惜。教學咧就唔係真係成日，教學嘅直播咧就真係唔係成日都有嘅。咁蘇蘇咧將會去教大家用一個呢一個叉緊電呢一個嘅北極光啦。第二樣嘢咧，蘇蘇會教大家用破壁膠原機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定要搶爆嘅，全球非常之熱賣嘅黑金眼膜。呢個黑金眼膜、黑刺眼膜真係好勁、好犀利嘅。唔睇話條 link send 唔到，睇唔到唔睇。你哋係咪睇咗條 link 入嚟㗎？係咪我 send 咗條 link 你哋入嚟㗎？唔睇話睇唔到喎，為什麼咧？好，咁啊開始啦！大家買咗北極光未？咁呢一部咧就係我哋全球非常之熱賣嘅北極光機啊！直接咧同大家去做一個唔好意思，係北極光機。咁啊，首先啦，咁北極光機咧，當然啦，我哋咧而家就有一個係超強嘅 promotion 啦。咁呢個 promotion 咧就係香港總代理俾我哋加拿大嘅一個 offer 嚟嘅，係連香港都冇嘅。
連香港都冇嘅，淨係限於加拿大嘅啫。如果你哋買咗嘅話咧，唔識用嘅話咧，蘇蘇今日全程教大家一個係專業嘅 professional 嘅一個手勢，係黃金線嘅手勢，令到你面部嗰個黃金線係啦。咁今日咧就教大家配合埋產品。咁大家入到嚟應該要打咩咧？打 S1 先，瘋狂留言 S1。咁蘇蘇咧想講嘅產品咧就係呢一部嘅北極光。咁北極光咧其實點解會咁熱賣咧？首先佢嘅效果咧係真係咩年紀都好啦，佢個效果咧真係非常之出眾，佢嘅效果係非常之好。請問想問下你哋而家咧有冇一個年齡嘅問題？年齡嘅問題咧就係皮膚已經開始下垂，或者蘋果肌開始揼，或者嘴角開始垂，或者雙下巴開始好勁嘅 fans。如果有嘅你唔好介意，如果有嘅你就打個有，如果冇嘅就打個冇。因為咧呢一部機咧，就算你係30歲啦、40歲啦、25歲之後你都可以用噶啦，25歲啊、30啊、35啊，或者係連70零歲都可以用嘅呢個 S1。點解咁樣講咧？咁大家咧，因為你聽我講咗先，因為呢一部機咧，佢第一個模式咧就係做水分嘅，第二個模式就係做 booster。咩叫 booster 咧？係令 booster 即係做 lift up 啊，做 lift up。然之後咧，令到你嘅皮膚咧係更加有彈性嘅。咁第三個模式咧，咩叫 balance 咧？balance 咧就係令到第一個模式同第二個模式咧係更加持久鞏固。OK， 咁所以咧，蘇蘇教大家正確用啲咩方法，有2個手勢嘅。咁第一個手勢咧就放一啲年輕少少嘅肌膚啦。第二個手勢咧就真係放一個咧我哋咧年紀。即係蘇蘇40幾嘅啦嘛，大佬年紀30零歲，年紀開始大嘅人士，咁蘇蘇會教你一個專業嘅黃金手勢。咁只要你跟住我去做咧，你個面就算呢一部機，你唔好睇佢咁平啊，其實佢個功效真係好好嘅。咁第一個模式咧，其實咧我哋嘅供應商咧係主要咧就配合咗我哋嘅細胞原液。又咁抵買，又有效果，先79蚊，係啊。咁仲有一樣嘢係第一個模式就係做水分啊嘛，做水分啊嘛，係咪？咁其實咧就一定要配合翻水分嘅產品，千祈咧你唔好第一個模式同我落 gel，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gel 咧嘅分子咧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咁你擺落去嘅時候咧，你個底層咪唔吸收咯，全部喺你個面嗰度，所以你個面咧推嚟推去啲 gel 咧依然仲喺度，所以咧你見到佢有一個唔吸收嘅情況嘅。咁所以第一步，如果冇保濕嘅產品，你手頭上有保濕嘅產品都可以攞出嚟，但係要 make sure 佢係 ampules 或者係一啲分子好細嘅精華素。所以咧，蘇蘇向大家推薦嘅咧就係我哋公司嘅王牌救命水啊！有用過真係要俾個好評。咁點解呢一部機咁勁咧？佢係4合1咧。首先佢有一個 EP 即係脈衝啦，EP 咧係一個刺穿嘅技術啦。第二樣嘢佢係一個脈衝，第三樣嘢係電導，第四樣嘢係 LED。所以咧呢一部機咧係夾雜於一身。一陣咧蘇蘇會教大家點樣去通埋你頸嗰啲淋巴嘅 ，OK？ 點樣去通埋頸嗰啲淋巴啦？因為咧蘇蘇咧其實我真係一個肥人嚟嘅，大家都見到都知嘅。咁正常咧你啲如果好似蘇蘇咁肥嘅情況下咧，你個皮膚咧就應該係你見到我應該係好鬼脹、好鬼腫噶嘛 ，OK？ 咁呢一個 moment 其實我最主要咧，除咗用呢一部機去通淋巴之外咧，咁第二樣嘢咧，我係做好多嘅機，真係要夠勤力。呢一部機咧，大概3分鐘左右咧，佢就會停嘅啦。佢係提醒你，你可以進行下一步。咁第三，其實咧，好似我嘅塊面咁大嘅話咧，正常咧就係要3分鐘。其實我係3分鐘，我3分鐘係一個 double， 3分鐘係即係6分鐘係第一個模式係半邊面，然之後咧6分鐘係第二個模式，
之後6分鐘咧，第3個模式，你跟住呢個方法嚟做，你嘅效果直頭係乜嘢 ？double up 啊 ，double up 啊，等等啊！吳太入咗嚟未啊？吳太入咗嚟啊嘛，係嘛？吳太喺度嘛？係啦，咁然之後咧，咁啊蘇蘇事不宜遲啦，而家講緊廢話期間咧，咁蘇蘇講下咧，咁脈衝係啲咩嚟嘅咧？脈衝咧，佢可以刺激翻你嘅皮膚嘅骨膠原同埋你個血液循環啊。咁第二樣嘢咧，佢加速咗血液循環。第二樣嘢係乜嘢？你嘅皮膚嘅吸收力梗係非常之吸收啦，係咪？如果你當你一部機微電流又冇，刺穿又冇，吉都唔吉，淨係凍或者熱，爭少少嘅。爭少少嘅 ，OK。咁第二樣嘢咧，咩叫刺穿咧？刺穿嘅意思咧就係EP 技術。EP 咧就係電擊穿，電擊穿咧即係話令到你啲精華咧穿透入你嘅皮膚底層。咁如果咧你話呢一部機可以做到啲咩層面咧，佢就冇話做到咩層面嘅，佢係主要做你嘅表層同埋肌肉嘅一個提拉。表層同埋肌肉嘅一個提拉，如果咧你嘅肌肉，因為我哋每一組面部，包括額頭、包括眼呢一啲位置咧，都有一個記憶性嘅。只要你堅持去做呢一部機，就會越嚟越好。當然啦，你做完一次係非常之有效果同埋非常之明顯啦。但係咧呢一部機咧，佢叫你每一日都大概使用3分鐘。蘇蘇咧就唔係用3分鐘 ，OK？ 我真係好多機，但係我係分配將啲機分配唔同日子去做嘅。咁第4個模式咧，佢係專注咗去做保濕。保濕咧，因為佢透過一個刺穿啦同埋脈衝嘅技術啦，去打入咗你皮膚嘅管道。咁第4咧就係 LED 啦，咁啊事不宜遲，大家拎起你哋手頭上嘅救命水，係入咗嚟嘅，可以 say 個 hi，唔使怕醜嘅。係啦，咁大家見到嘛？呢一套79蚊，真係眼都突埋啊，係眼突啊！我都 O 晒嘴啊！呢一個係啦，入咗嚟嘅 fans，今日有打 S1 嘅 fans，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套嘅79蚊嘅優惠。係啦，咁啊拎起你個救命水，因為咧呢個救命水主要係做保濕，同埋亦都可以做到美白同埋舒緩。咁但係提大家啦，你一開機咧，你唔 touch 佢個 mon 咧係冇任何嘅反應嘅，你只會見到佢開咗機 moisturizing 第1個模式。當你 touch 佢個界面，哇！呢一個電流你係抗拒唔到嘅，無敵抵，係抵到爛，係全部。你知唔知我本身我諗住同蘇菲講，哇你唔好搞我啦大佬，哇79蚊我點做啊？79蚊，然之後你照做啦。咁然之後咧200部夠唔夠啊？點知我200部爆晒單喎！因為我唔會話入80部扮係200部啊嘛，然之後蘇菲砰砰聲啊叫我啊入500部，而家訂到400幾部就嚟夠噶啦，各位 fans 要貨快啦嚇。咁第一個模式就開咗機，擺咗啲救命水，但係我建議咧就因為個界面咧太滑太線啦，同埋大家都見到個界面係非常之大，做得非常之好嘅。呢一個位置大咧，佢除咗呢一個位置有電之外咧，呢一個位置都係有電嘅，兩個雙重嘅微電流。咁所以咧，你個分子夠薄。如果咧你塊面搽唔夠精華，好老實講一樣嘢啦，你會有少少吉嘅，係正常嘅。你第一嘢一定係吉，因為你擺唔夠精華，唔好落 gel。remind 咗大家，第一個 step 千祈唔好落 gel。OK， 開始啦。佢透過鎮痛同埋 EP 同埋 LED 燈嘅技術咧，去幫你進行一個深度嘅保濕。因為咧，哇，點解好多人話吉到個 P， 吉到佢咩咁嘅？差啲講粗口。但係咧，又真係唔係話好吉，因為我呢個情況咧係精華夠嘅。咁第一個開始教翻一啲年輕性嘅肌膚，你可以咁樣推就夠啦。1、2、1、2、1、2，去到呢啲位，額頭冇。但係咧，你做慣咗之後咧，你個皮膚咧就有一個適應噶啦，因為其實你做你個肌肉啊嘛。OK， 大家係咪當你收到見到呢個價錢都眼都突埋啊？係都會眼突嘅。
我都 O 嘴嘅，見唔見到年輕肌膚？其實我哋呢度都唔年輕噶啦，擺多少少你就唔痛 ，OK？ 見唔見到啊？你唔好話唔掂啊，係好勁啊，真係。咁而家咧係做你嘅表層 ，OK？ 聽住係做表層 ，Hello Michelle。咁然之後咧，你點樣用咧？呢一個位置二色型，向上升，向下拉，眼尾呢啲向上。Hello Mandy， 向上拉，向下，向上，向上拉，向下，向上。哇！啲 fans 可能話你點會頂得住呢一個 level 嘅？因為啲精華素夠咯，大佬。係啦，第一個就已經係完成咗我年輕性嘅肌膚。1、2、3，唔好意思，熄機。入咗嚟嘅 fans 可以同蘇蘇打聲招呼啊！好，呢一個 moment 咧，蘇蘇咧就要做條頸。係真係要做條頸，係啦，咁啊做條頸啦，因為你頸你都想我去除你嘅頸紋嘅嘛，係咪？咁然之後咧，你就開翻你部機。Hello 燕你好啊，當然咧，你做一啲刺穿嘅機咧，你千祈咧你就唔好戴耳環啦，唔好戴頸鏈啦，戒指我都要除一除，因為雖然佢唔通電，但係為咗專業少少。然之後咧，你由呢一個位置可以通翻你呢啲淋巴 ，OK？ 有關節痛嗰啲咪啱啦，大佬。搽啲 gel， 如果你條頸哇關節痛嗰啲咧，就搽啲 gel。呢一個位置開始紮咗頭髮好唔好睇啊？好睇啫，係咪？唔會成個禪噶嘛。抬高少少你個下巴，抬高少少你個下巴。推打圈，氣門唔好做，氣門就唔好做，打圈。It is 你一定咧雙下巴下垂，你一定要做呢一個位。你本身咧，你可能直望自己咧，就唔會覺得自己有雙下巴嘅。當你側望自己咧，就會見到自己有雙下巴噶啦。OK。蘇蘇而家啲頭髮量好驚人，髮量驚人。推氣門唔好推，轉翻隻手，通翻呢一度，耳後面呢一個咧就係淋巴位嚟噶啦。淋巴位可以推落去，咁你條頸咧你就會好舒緩啦。佢彈我條孖筋啦，佢彈我條孖筋啦。係啦，呢一個咧可以做到你嗰啲即係神經線啊、神經位啊，咁啊可以令到你咧放鬆啲，同埋通埋啲淋巴，真係好正噶。喂，入咗嚟嘅新 fans， 打個 S1 號啊！有冇人攞到呢一部機做緊通淋巴？唔睇，通下淋巴啊，好正啊！呢一部，如果關節咧呢一啲位咧。呢一個位攰咧，你都可以推噶。呢一啲位腫啊、攰啊，你都可以推下去啊。嗱，我而家咧事不宜遲，你都有啊？烏小姐你好啊，烏小姐 Peggy 姐。嗱，你好快咧，嗱，你俾少少時間蘇蘇，我好快咧就會俾到一個雙下冇咗個雙下巴嘅效果你睇噶啦。嚟啊！你知唔知有好多人咧見到79蚊呢一套機啊？佢話問我有冇係咪
係咪偏暗？3分鐘完成。睇翻我輪廓，大家見唔見到啊？真係有料到啊，大佬！而家賣緊俾你部唔係冇亂講，唔係普通嘅機啊，係北極光。北極光第一代咧都已經好出名嘅，而家第二代咧真係咧，雖然佢個電流係好勁地，但係咧佢真係做到一個好顯著嘅一個效果。如果你會問我敏感肌膚用唔用得啊？可以嘅，你配救命水啦。係啦，咁第二咧，你要落多啲嘅救命水，或者落多啲重水分嘅，就唔好落 gel， 唔好落 gel 住。然之後咧，你就推到你啲皮膚咧。嗱，我真係做咗一陣咋，我而家咧就會教大家一個成熟嘅手法。咁而家都係教緊嗱第二個模式啦，蘇蘇教第二個模式，撳多一下就去咗第二個模式。呢一個咧就係唔同嘅波長，呢個波長咧亦都係俾你嘅細胞聽嘅，亦都係咧有一個刺穿嘅效果。所以呢一個模式咧，蘇蘇咧就會用一個好勁嘅面霜。呢一個面霜叫做 PD， 嗱打個 S8 先啦，一陣先介紹呢個面霜。呢個咧係勁過麗珠 X 嘅一個 PDRN 純度最高嘅一個面霜，你喺成個加拿大，包括 Olivia Young 都係買唔到嘅。呢個 S8 咧係極度好用，因為咧佢係 gel 狀嘅，所以好少 gel 狀嘅面霜可以做到一個精華性嘅一個效果。咁啊，事不宜遲啦，蘇蘇撩一撩先，撩一撩。正常呢個手法唔啱，見唔見到啊？上咗面咧，佢唔係 cream 嚟㗎，佢唔係 cream。佢係 gel 性嘅 cream， 咁你就推佢咯喎嚇。佢呢部機咧係冇 level 教嘅，嗱係呢一個產品咯。呢一個產品真係好堅嘅，係你想入都入唔到啊！呢個美容院線嘅，勁過麗 X 嘅。如果你哋冇嘅，你真係唔該啦，真係一人要買定啦。佢日期28年嘅，你真係好想死係咪啊？28年都做得出嚟係咪？呢個波長咧，首先咧係俾成熟性肌膚。好，你推均勻晒，係做 booster 呢個模式咧係做 lift up 嘅。我教大家一個成熟性嘅手法，推均勻啊嘛，我未1、2、3、4，睇住。由呢個嘴一大圈、大圈、細圈，嘴大圈。天娜按住呢個方法，大圈、細圈。因為點解呢？首先你 lift up 咗呢一個下垂嘅嘴，同樣拉過你嘅虎紋。第三咧，提高你個蘋果肌。哇！呢條橋真係掂啊！一細圈、大圈拉出嚟，因為你呢度垂咗啊嘛，咁你咪拉上嚟咯。透過你條虎紋，係啦，打咗 S8 先。一陣咧，蘇蘇再教大家。嗱，我已經有好恐怖啦！ 1、2、3、1、2、3，好，做眼啦。呢個刺穿咧冇咁痛嘅，做埋眼。大家要睇啊呢個直播，因為如果你唔睇咧，1個月之後冇咗。我可以 download 嘅，但係咧再 po 咧佢係蒙查查嘅。做眼定一定位，因為呢個唔同嘅 ，OK？ 去提煉你個肌肉先。你話呢一個 LED 燈咧傷唔傷眼？唔傷嘅，因為佢精準咁咧去測試到你個皮膚嘅。咁啊，做額頭1、2、1、2，因為你要拉埋呢一個位啊嘛 ，OK？ 1、2、3分鐘完咗啦。完咗啦，你可以加強翻個時間嘅。
咁蘇蘇咧而家加強翻個時間啦，1、2、1、2、1、2、1、2、1、2 ，OK？ 太陽呢一個位置最好打圈圈，因為你見唔見到呢一個頭啊？你可以懟到嚟呢度，當然啦，你唔可以做眼皮呢一個位置啦。咁但係咧可以做到你眼部呢一個眼尾個肌肉，所以你喺呢度定位。大家明唔明啊？你明可以打個明。好啦，重新一次，成熟嘅用法，拉出嚟，頂住你個蘋果肌，再落嚟，拉出嚟，頂住你個蘋果肌，落冇力，拉出嚟，拉到呢度啦，拉落嚟，再打圈圈，再嚟一組埋線，1、2、3、1，可以做到呢個虎紋嘅 ，OK？ 1，因為咧其實呢部機真係好好啊，因為佢可以懟到你個虎紋啦，去到蘋果肌啊嘛，見唔見到啊？呢個係一個第二條線嚟噶，埋線手法嚟噶啦。慢推，你快推咧，你嘅電流透唔到你，穿透唔到你嘅皮膚咧，你都好難可以進行到下一步啊。唔係，你好難係做到個效果咯。所以你唔好以為呢部咁平嘅機係冇效果。蘇蘇咧就今日咧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再嚟重新最後一次，1、2、3、4、1，定一定虎紋，2，定一定蘋果肌，3，定一定蘋果肌，4，再定一定蘋果肌，完成塊面，再做額頭，打一打你個圈圈，因為你想好驚呢一度有紋啊嘛 ，OK？ 唔使驚，1、2，因為條紋咧係打橫生同埋打直生嘅。啲幼紋啊，如果當你形成一條大紋嘅時候，額頭嘅紋永遠係垂直嘅，所以咧你一定要撫摸佢，撫平佢 ，OK？ 哇！你見唔見到啊？我塊面已經有效果啦！打圈圈，再嚟呢度，撫摸一陣先，完咗咯。大家見到咩效果啊？請問唔得，條頭髮扯住我，你等我一陣。大家見唔見到效果先？delay 啊又。係啊，係啊，呢部79蚊嘅機做到一個咁樣嘅效果，你仲想點啊？係咪先？79蚊咋？我真係冇紋嘅 ，keep 得好係冇紋嘅，好難搞啊！真係想揾條紋都冇。係啦，呢一個咧。就已經完成咗第一同第二個模式，係啦。如果你頭髮多得好太過分，真係對唔住，真係太犀利啊！咁你第三個模式咧可以配合面膜，第三個模式可以配合面膜。其實呢個 S8咧，你知唔知好平啊？呢個 S8，但係咧佢咧就係一家真係好你起碼90幾蚊嘅呢一個面霜，90幾蚊嘅，係啦。咁啊今日咧。
你可以同埋推機，可以搽面，因為咧佢入邊咧係一個打住 S8先。講完 S8之後，我再教你一個面膜手法，就係第三個模式可以用面膜噶啦。咁呢個 S8咧就係一個全球最高濃縮嘅 PDRN 蛙魚嘅一個細胞精華嚟嘅。咁呢個蛙魚細胞咧點解咁好咧？因為佢最接近我哋人體嘅細胞，我哋人體嘅皮膚，所以做完出嚟咧，你個皮膚咧係首先去修復翻你本身敏感嘅情況啦。第二可以幫你去做填充你嘅皺紋咯。第三咧仲可以潤澤到你嘅肌膚啦，因為入邊咧佢係一滴水都冇嘅。全部都係精華同埋去 cream 係高度濃縮去混合埋一齊嘅，俾大家睇睇先。然之後咧，蘇蘇今日咧呢一個係舊版 ，OK 係俾蘇蘇已經係用到就嚟冇晒嘅，係舊版係舊版。但係咧今日如果今日大家 fans 想要貨嘅話，今日蘇蘇幫你 upgrade。最新版本係全球分子最薄，但係又最濃縮嘅 PDRN， 勁過麗 XX 嘅，我唔使講啊，費事起人哋存檔。呢個亦都係可以逆轉到你面部嘅衰老性嘅一啲 DNA 嘅一啲細胞。大家對呢個牌子陌唔陌生？唔陌生啊，嗬，一啲都唔陌生啊，因為咧我哋賣完又賣，賣完又賣。如果之前用過係好用嘅，俾一個留言，俾一個 feedback， 係啦。咁呢一個咧，只需要今日開心體驗㗎。其實真係好勁啊！呢個同埋咧係全球最 hit 嘅喎，你知唔知呢一個牌子 hit 到咧，你係冇辦法買得到佢嘅喎。如果咧我做一個面霜做到45蚊嘅話咧，真係癲㗎啦，真係冇人有㗎啦。人都癲癲地，仲要可以用嚟推機嚇，可以用嚟推機，真係去邊度揾啦？要貨幾多成一啦？呢一個係極度罕有嘅，咁大家都知係翻咗一轉貨，冇耐而家我哋再翻貨，最好咧有機，哇，好白啊，好白啊！好犀利啊！邊度得睇下？鋪比機都用得嘅。Holly 小姐 ，Holly Wong，Holly 好似係我哋新客嚟嘅嘛 ？Holly，Rebecca 冇問題。哇！呢個面霜你搽咗翻唔到轉頭啦，我搽俾你睇啦，隻手啦。我而家要你哋咧，唔係買啲濕星嘢啊，我而家要你買啲勁嘢啊，大佬。睇下幾薄啊！而家嚟緊夏天，唔通用啲厚分子厚疊疊嘅嘢咩？唔會咯。同埋勁滑，哎呀線啦線啦，哎呀線啦！呢一個真係好好。佢首先佢係高度濃縮嘅，好濃縮嘅。如果唔濃縮，我切啊手指甲。完咗你呢個 S8。咁好啦，咁啊第三個模式。蘇蘇咧拎起呢一個客串嘅產品，打住85先，打住38啦，不如打38。你空前，你呢度38，大家都好有印象啊！呢個38，咁啊打住38先，因為咧呢一個產品咧我冇諗住賣嘅呢一個，但係咧因為我要敷面膜啊嘛，邊個即刻打38？ Sonia 呢一個你要買啦，呢個真係好好用啊！呢個 PDRN。我仲未出現呢一個產品啊 ！PDRN 咧，其實我今晚唔係諗住賣噶，我只係咧純粹咧諗住即係講下噶咋。大佬之後啲人話買機咁多廢話，但係真係太開心啦，冇辦法。高度濃縮嘅 PDRN 有一個 PDRN 幹細胞啊！但係呢個留翻下次啦，好嘛？我只係話俾你聽，呢個真係好正。好，第三個模式。38係打住38先，佢係85嘅，但係唔好理，我哋打38。呢一個面膜啊，如果大家有皮膚暗黃或者係皮膚唔均勻嘅 fans， 你話一話俾我知。蘇蘇插一插盞燈先，又冇電啊！呢一個咧就係外泌體嘅一個85% 外泌體嘅一個
維他命面膜啊，呢一個呢係即係其實呢係從來都唔劈價嘅，係唔劈價嘅。我做呢啲價錢呢，真係 O 晒嘴。最緊要係我哋今日嘅直播講嘅啲產品係全部都係非常之有效，唔係叫你買啲濕星嘢。OK， 38 2 38 2，咁你只要你攞出嚟，佢就好似幫你變咗第二層嘅肌膚，好好用，同埋咧佢真係薄到咧，我而家敷俾你睇，最緊要係又保濕啦，又夠薄啦，又吸收啦，最緊要係乜嘢？白到不得了啊！真係白㗎呢個面膜，我敷好多面膜佢都唔白嘅，唔係亂講，敷其他面膜冇咁明顯嘅，呢一個呢個好明顯啊，唔好意思。哇，貼到黐線噶，咁樣噶喎。其實呢個面膜其實我之前都敷過噶啦。Holly 小姐係咪我哋嘅新客戶啊？好似又唔係喎。咁好，拎起呢一部機，我唔抹啦，因為呢啲我要擺上嚟。皮膚敏感嗰陣得唔乸噶。佢而家係幫你修復翻你嘅皮膚，因為有外泌體嘅成分咧，就算你有維他命都唔使驚。維他命好多人咧就驚咩？驚皮膚敏感啊嘛。咁呢一個咧係絕對唔會。拎起你嘅北極光 2.0， 撳去第3個模式。Vancouver 寄貨 over 220蚊 free shipping。係啦，呢一個直播 over 220蚊 free shipping， 仲有今日嘅直播，我哋嘅直播係連稅嘅，拎起你嘅手。嗱，呢啲面膜先推得㗎 ，OK？ 你水疊疊嗰啲咧，你唔好諗住推啊。佢咧首先咧，佢係已經係混合咗 EP 刺穿，再加呢個 LED， 再加呢一個震動嘅原理，可以將啲精華係打到你嘅皮膚貼貼切切實實在在 ，OK？點樣碌咧？唔好打圈啦嚇，因為你打圈有機會整巢個面膜，所以咧我哋順住我哋嘅紋路，咁順便咧係做埋你對眼啦嚇，因為要打啲精華落對眼，同埋咧因為呢個維他命嘅外泌體咧可以咧令到你個黑眼圈係淡埋嘅，咁你唔會見到部眼機咧喺度碌眼啊，敷住面膜碌眼係嘛？我就未見過啦，你哋見過未啊？咁所以呢部機咧。除咗真係平之外，仲有韓國嘢，仲要係非常之好，特別係個面膜。見唔見到啊？唔好打圈啊！打圈有機會係巢咗噶啦個面膜。咁呢個面膜咧係幾多錢咧？38蚊啫。呢個嘢係一盒有5片，但係真係好好用，好用得好誇張。韓國貨、院線貨好難買，好難有。如果咧你哋真係面膜可能有好多，但係咧如果真係揾到一片咧比較真係好白淨嘅，好難。Hello Shelly， 我哋係over 220蚊 free shipping， 你可以喺度直播跟住啲 fans 講代號，然之後咧，譬如我哋話係 S1， 你想要呢一件貨啫，就乘1。如果唔係咧，你就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哋，下面咧有一個 WhatsApp 電話647-233-7645，見唔見到啊？哇，咁樣噶，再嚟額頭。咁我而家咧做埋呢一邊面啊，去到呢啲位要起嘅，你唔可以拉翻轉頭，你要起。我係好少機咧，同你哋講話打精華，好少打面膜啊！呢一部機可以，同埋咧，如果你打咗面膜落去咧，比你平時嗰個吸收力咧。係吸好多嘅，同埋可能你平時要敷15分鐘，呢一部機可能敷10分鐘就得噶啦。呢個面膜敷10分鐘就得，3分鐘停你。fans 打啲代號入嚟，38
300唔係85啊，打300啦，好失策。得唔得啊？好做額頭啦，係打個代號，好似Teresa 咁樣啦。如果你想要貨，你乘一，咁我哋就知道你係要貨咯。直播完之後呢，有同事會聯絡翻嚟噶啦。見唔見到？好嗱，大概我完成啦。咁其實呢，我可以即刻呢俾個面膜你睇噶。我即刻呢可以俾個效果你睇，有幾恐怖噶啦，好冇？哇哇唔得了啊！呢邊成塊面尖到媽都唔認得。我條頸就我條頸好似俾人劈咗出嚟咁啊！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啊！得就打個得，掂啊！打個掂字啊！哇！呢個直播好好睇啊！79個蚊，79個蚊，79蚊嘅機可以做到一個幾百蚊機嘅一個效果，真係 perfect。好，有剩嘅精華咁啊點啊？呢一個面膜可以唔使洗，好得，係咪勁啊？79蚊啊！哇，好滑啊！呢個面膜嗱，呢個面膜快啲啦，我得翻好少嘅咋，應該得翻40-50盒到。要貨嘅乘一38乘1 38乘1 38蚊咋？哇，同埋好滑，同埋真係好白，真係好白。要貨嘅乘1，因為咧呢個講完又講噶啦，敷完出嚟你真係要多謝蘇蘇。點解你有啲咁好用嘅產品嘅？可否重複代號？哦，呢一個北極光2.0係。如果想要貨嘅話咧，就係S1乘1。如果想要貨呢一部嘅北極光機咧，就係S1乘1，咁就係79蚊俾一套嚟噶啦，係啦。我真係好好，我頭先都冇咁樣嘅，而家咧越嚟越 firm 啊。咁好啦，咁啊最緊要咧推呢一個位啊 ，OK， 抬高少少。推呢一嚿脂肪，推呢一嚿脂肪，抬高少少，推呢一嚿脂肪，我搣唔起啦，我冇啊，我咁肥實在係有嘅，但我真係搣唔起我呢嚿脂肪啦 ，OK， 嗰個呢一度，通埋呢一啲淋巴 ，OK， 推埋呢一度，喺頸呢一個位置，推。最緊要做埋啲淋巴位啊！重溫翻之前個手勢，係啦，要貨嘅，哇！呢個真係超好用，我唔好用嘅，你真係直頭退翻俾我得噶啦，直頭俾翻我得噶啦。我呢個用人格擔保，真係好用到爆。好，瘋狂幫蘇蘇小助手啊，幫我 mark 低要貨嘅 fans 喎。好，瘋狂幫我留 S2。S2 咧就係蘇蘇爆到出彩嘅一個，咪住，講埋 S1 先。S1 嘅 fans， 我哋而家咧一套咧79蚊，只需要79蚊就係圖片嘅。咁如果你要貨咧，因為個優惠咧就唔係長期有嘅，咁淨係貨一次幾日啦，一個星期到嘅啫。你因為其實而家要儲定聖誕嗰啲嘢㗎啦嘛，唔通聖誕嗰時先買咩？有陣時運輸都未必咁準時運到你啲嘢㗎嘛，所以今日呢套79蚊冇眼睇啊，齊晒呢一紮嘢啊！咁當然啦，冇咁快有貨嘅，要等到6月尾係啦，6月尾咧，蘇蘇俾晒呢一紮嘢你。咁同埋有一個消息，蘇蘇同大家講，
之前買咗110蚊嘅 fans，蘇蘇咧而家係爭取緊一個最大嘅福利，希望咧可以同大家拗翻嗰支細胞原液翻嚟 ，OK？ 係咪一個好好消息咧？買咗110蚊嘅 fans 喺咪度？如果喺度咧，舉一舉手。其實唔舉手我都知邊個買咗㗎啦，但係集一集氣，因為咧都真係其實我點講咧？其實咧我每一期嘅優惠都真係唔同。首先你哋早買早享受，加上呢一部機咧，其實咧就已經係要等到6月啦。當然啦，所以呢一個優惠其實真係有嘅，真係值得等嘅79蚊。咁至於你話110蚊嘅話咧，咁蘇蘇咧就真係同供應商咧拗翻嚟 ，OK？ 咁你等我一個消息，尾都喺度，你等我一個消息啊！如果等到我嘅消息咧，我一定，因為我收到我一轉，我直頭咧唔會收埋你啲貨啊嘛，全部會俾翻晒你哋嘅。咁等我個好消息啦，總之就係啦，應該都有嘅，應該。唔 sure 睇蘇菲啦，係啦，咁啊好啦，呢一個要貨記得乘1啊，呢一個好難有啊，最緊要有雙下巴，記得做多啲呢一個位啊，真係好有效啊，係用呢一部機做雙下巴，同膠原機做雙下巴。如果想做真係做到一個好勁嘅效果，麻煩啦，拎起呢一部 S2。我想問有冇朋友仔 fans 係一啲成熟性嘅真係成熟嘅，可能係50歲啊、60歲啊、70歲左右嘅 fans 咧。如果有嘅話咧，咁你就話我知，因為咧蘇蘇就開始做呢一部機，因為咧呢一邊咧係好開心啊！我都希望可以拗到啊，因為個距離其實有啲近嘅，但係其實佢本身係乜都唔送噶嘛。但係咧就蘇菲就形容咗一樣嘢，我都唔知點講，你知唔知蘇菲講咩？蘇菲話唔通前幾日早幾個星期嘅餐廳特價，然之後咧過咗2-3個星期要做特價，你話啊點解唔同嘅？可唔可以食翻之前嗰啲咩？我都唔知點，我都淨係哈咁樣笑咗出嚟，但係唔使驚，賠翻精華，我要佢賠翻精華 ，OK？ 完咗啦 ，S2 啦。好熱，邊度好熱啊？唔係好熟，我好熟，哇！真係好少女啊，大佬，覺得蘇蘇少女啊，打個笑，哈哈笑嘅笑，係啦，呢個S2 啊，嗱呢個 S2咧，咁大家打住 S2 先，因為蘇蘇要一個出貓紙。嗱呢一部咧就係全球首創嘅，叫做破壁。哎呀，剔走呢張相，點樣剔啊？你老闆啊，唔識剔添。嚟呢一部咧就係全球首創嘅一個 double firm 嘅一個破壁機。破壁膠原機，破壁你又破壁啦，點會咧就變咗膠原嘅啫？咁呢一部咧就係全球首創嘅破壁膠原機，因為咧佢有一個特強嘅一個 double up 專利啊，係一個 double up 嘅一個電流啦，一 double up 嘅一個刺穿啦，可以喺你塊面嗰度咧完全啦可以形成一個網狀嘅狀態，即係擺落去你嘅皮膚啦，就已經係幫你嘅皮膚織咗網。嗱，我做呢邊，即係咧幫你皮膚呢邊織咗網，呢個位置織咗網，係全面去幫你去織網嘅一個模式，去令到你嘅皮膚咧進行一個 lift up 嘅。咁呢個 lift up 嘅程度咧就相比起北極光咧，佢係個 difference 係都比較大嘅，因為咧北極光唔識織網啊嘛。咁呢個 S2 咧係全球咧係可以幫你 double up。亦都可以幫你去織網。首先咧，佢個紅光同埋藍光同埋橙光咧係佢獨特嘅一個專利。咁好多人話：哇，咁我點做啊？點樣配嘢啊？其實就係好簡單。呢一部機咧，只要你一開機，佢會同你講嘢嘅。佢有5。係啦 ，Level 5，佢有5個 level。第一個模式咧係全球最勁嘅 LED。咁呢一個咧喺你塊面嗰度咧係形成咗係
已經係破咗落去你個底層啊！破咗落你個底層咧，係激活咗你本身嗰啲沉睡，或者開始流失，或者你係膠原分子皮膚嘅膠原分子唔夠嘅時候，佢全程咧係幫你去做到一個極度深嘅，係穿到落你筋膜層嘅一部機。咁好啦，呢一個 moment， 蘇蘇咧就會配合啲咩產品咧？咁我首先拎起我呢一支全球最勁嘅呢支叫做咩啊？哎呀，冇 number 都好貼嘅喂，筋膜水、骨膜水。當然啦，我唔係用骨膜水去做佢啦，我係拍一拍佢先，因為咧你想鞏固你面部網狀嗰個狀態嘛。我拍一拍佢先，拍完。皮膚粉嫩，咁好啦。第二樣嘢咧，拎起你手頭上嘅一個羊水，但係蘇蘇今日冇羊水，所以咧拎起你手頭上有冇人用過我呢個 S6？呢個 S6咧係勁到黐線嘅，係全球首創雞蛋入邊抽取出嚟嘅提煉出嚟嘅一個胚胎幹細胞，係最接近我哋人體嘅。一盒咧就有10支，唔使帶 S6住啊！因為咧，蘇蘇咧係用咗第4盒啦，唉，我真係要回春，記憶又唔好，哎呀，好痛啊，唉，反甲，開出嚟俾大家睇。第一個模式有羊水就一定用羊水，因為個羊水咧。哎呀，羊水上面啦，唔攞啦。羊水咧，首先係可以幫你去做美白啦、lift up啦、美白啦、填充嘅。咁呢一個 moment， 我拎起我呢一個最好用嘅外鼻體，有冇人用過？哇，呢一個勁啊！咁我用第一個模式就打爆佢啦，一定咧就校到 level 5，聽住，校到 level 5，level 1、2、3都唔會有效果，係啦 ，level 5，聽住 S2。咁你點樣做呢？就好簡單，由呢一個位置，如果咧你點解蘇蘇下巴咁尖，你又知唔知點解啊？推機你好多人咧就直接喺呢一度開始推，有冇諗過其實要推埋呢一個位置呢？大圈圈先，向外拉一轉，織咗網先，幫皮膚織咗網先，1、2、3、4。一陣咧，蘇蘇講個黑刺眼，你哋一定要睇嘅，知唔知點解啊？真係咧好勁！我講咗呢個先，1、2、3、4，織咗網啦嘛，1、2、3、4 ，OK， 打圈，直頭係即刻去用個力打圈，上有力落冇力，上有力落冇力。好快就5分鐘噶啦，玩完噶啦。我建議咧係5分鐘半邊面，5分鐘半邊面做埋你對眼。有冇人有問題問我可以隨時問噶喎。打圈圈啊，一定要打，因為咧呢一個模式打圈咧就係要逼翻我哋嘅外鼻體落翻去你嘅皮膚。而家咧就織網，哇！呢一部機好勁噶，當然啦，係同北極光係有少少 different，因為呢一個咧用納米嘅技術啦，同埋刺穿納米嘅技術啦，係令到你塊面更加鞏固嘅。所以推完出嚟咧，你見到我皮膚咧，亦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產品都唔一樣。好，定一定位。因為骨膠原流失咧，你呢個蘋果肌一定會掉。唔該，抬一抬高。嚇，完咗？唔電嘅，冇感覺。咁我而家咧開第二個模式，教大家嘅手勢。見唔見到咧？佢呢一個位置咧又藍
又橙。首先最勁嘅地方唔好走開，擺落你個皮膚，藍色咧就幫你開孔，橙色咧即刻幫你收翻，一開孔一收翻，一開孔一收翻，你可以咁樣定位嘅。但係咧我都係建議咁樣推，因為咧呢一個咧你就唔好織網啦，唔需要織任何嘢噶啦 ，OK？ 直接同我上有力，落冇力，上有力。你一陣就睇下我塊面啦，嚇鬼死你！哇！呢一個模式啊，一定要教到 level 5，好難搞嘴角呢度，因為你唔推咯。你要嗱，你嘅嘴角呢一嚿肉要連接你個虎紋嘅 ，OK？ 首先推上嚟，連接翻你條虎紋，再推翻去個蘋果肌，推上嚟。再推翻個虎紋，連接你個蘋果肌。其實咧，你個嘴角係垂咗，係因為你成抽嘅肌肉已經係 drop 啦。你一定咧要抬高你個蘋果肌。嗱，當你蘋果肌高咗嘅時候，你呢嚿肉咪唔見咗咯。蘋果肌高咗，你呢嚿肉咪唔見咗咯。係成組輪廓嚟噶嘛 ，Michelle。係啦，睇住啦，上有力打圈啊，去到你嘅蘋果肌，打圈去到你蘋果肌。打圈去到你蘋果肌，點解冇人問我北極光幾耐做一次嘅喂？我發下問啦喎。好，推到上下啦，做翻你個額頭，額頭都係同樣地打圈。哇，好犀利，抓得好實啊！佢完全係將你嗰個肌肉咧一收一縮，一收一放，一收一放，係將啲精華咧注晒落你嗰個肌底啊！咁所以咧呢一部機又可以做保濕啦，又可以做提升啦。所以咧你啲營養、你啲精華好難走㗎。所以呢一下咧唔怪得咧，每一日瞓醒咧皮膚靚到爆啦，係發晒光，靚到發光啊！做埋眼呢個位置。打圈嘅Susan喺咪度？Susan可能瞓咗覺，唔知係咪喺度睇緊。好多客買咗呢個部機，但係未有貨俾，唔好意思。壓紋得㗎，打圈圈啦。北極光可以，Tina你咁叻嘅喂，係啊，北極光可以日日做。好，完啦。再嚟第三個模式，呢一個呢就係令到你皮膚織網再 double up 嘅一個效果。大家千祈唔好眼花，眼花呢一陣 balance 唔到啦。即刻同我懟到 level 5，用羊水又得，用外鼻體又得，我唔理啦。呢一支我今晚用晒佢，我當佢係一個補品。咁條頸又點算呢？條頸你照樣打圈，因為呢最緊要係令到你啲紋冇啊嘛。一定要打，同埋咧，你問我呢部膠原機得唔得啊？我咩機都有，我部機我都覺得佢好得啊，部機都覺得好得。其實你揀機咧，最緊要係講你自己嘅需求啫。你個需求睇下你要啲咩咯，可以幫你揀翻你適合嘅。好啦，咁呢一步咧，呢一度咧唔需要打圈，唔需要打圈，睇住點樣做。哇，勁到一懟到呢度，將你個嘴角虎紋同蘋果肌連接，懟虎紋唔係，jawline同蘋果肌連接，jawline同蘋果肌連接，jawline同蘋果肌連接，再嚟織第二個網向外拉，拉到耳邊 ，OK？ 因為啲皮喺邊度鬆出嚟？喺你嘅耳邊呢一個位置啊！拉 S 用 S 第一個模式，第二個模式都用同一隻，唔係。其實咧，我想你哋配羊水，之後再配翻啲收緊精華。但係我而家手頭上得呢兩隻精華。總之你配翻你手頭上嘅產品都 OK 嘅，唔一定要跟我。當然啦，跟我呢啲啊更效果更顯著啦。哇！
哇，好掂啊，好掂啊！你千祈唔好走開啊！你哋一睇走開眼睇咩噶啦，都唔知睇緊啲咩。你睇我呢邊靚到爆啊！唔知你哋有冇假牙喺個口咧，或者係傷咗鋼啊、鐵啊嗰啲咧？假牙，如果你假牙嘅話咧，你感覺咧會更加強嘅，因為咧佢會導電去到你嘅底啊嘛，真係去到底嘅時候咧，所以咧你啲假牙咧就會好鬼冤。S8 用第幾個模式推？S8 係咩啊？吓？哦，S8 用第3個模式或者第2個模式，佢會提你嘅，有幾多分鐘嘅 OK？打圈啊，條頸打圈，因為其實咧呢一部機咧，你直推佢冇咩用嘅，即係條頸你直推佢做咩咧喺度？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打圈嘅，打圈咧去撫平翻你本身嗰啲皺紋嘅。係做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你上係一定要有力 ，OK？推到乾晒啦！呢個時候大家好想慳翻，但係咧又想做到一個骨膜相連嘅效果，噴一噴水又可以做。唔係，我而家教緊你，唔係唔專業 ，OK？ 係一個經濟又實惠嘅一個方法啦。如果你覺得個模式太大，唔需要去到蘇蘇咁勁，但係蘇蘇因為塊面咧衰老啲啊，你哋後生啲啊嚇，所以咧蘇蘇咧就做到效果顯著啲。嗱，仲有1分鐘，我平時淨係做一邊面噶嘛，咁今日咧2部機都做埋。將呢個位置拉出嚟，嘴同埋蘋果肌相連，拉出嚟，撫紋蘋果肌相連。第2組、第3組、第4組，1、2、3、4，做咩嚟？你個額頭打圈圈，唔係啊！我教到最勁啊！呢個電佢唔同嘅，佢完全唔同北極光嗰啲電法。可以破壁機效果，光馬吉都得，光馬吉用冰感模式。S2。好似呢邊細翻啊，係咪 balance 翻啊？我睇唔到，因為前面太光。S2 O 唔 OK？ 見唔見到效果？覺得好好效果啊！呢個同埋咧呢一部機咧推完出嚟特別靚嘅，特別光啲嘅啲皮膚，所以咧係 S 有冇人俾下反應好？係啦，呢一部機只需要419蚊嘅 S2，勁啊！呢一部機超勁啊！係咪好好喎？呢個 S， 佢我鍾意佢做到lift up，但係其實你如果你想輕輕 daily 做
lift up 啊，或想做保濕啊，或想做去水腫啊，做提拉啊，呢個 S1 已經好足夠㗎啦，已經好足夠，就唔使特登買我呢個膠原機。因為膠原機咧就貨我哋咧本身皮膚已經係，因為我就係要出鏡，我係冇辦法唔用嘅。呢即係呢啲提升嘅機，所以咧其實就算咧你買呢一部 S1 都已經係好 perfect 好 perfect，但係呢一部機嘅功效應該係好4-5倍到啦，好4-5倍到啦。但係呢個唔係唔好，其實呢一個都係做表層真皮，咁呢一個就係做筋膜咯，做筋膜咁滯嘅。只係大家做嗰個層面唔同，只係做個層面唔同，所以睇翻你哋個人嘅需求去選購翻唔同嘅儀器機咯，係啦。好，差唔多咯喎，咁蘇蘇咧再 show 一個產品出嚟，好似蘇蘇而家塊面咁靚係咪？咁大家瘋狂幫我打 S10啦 ，S10嚟啦！蘇蘇咧喺呢個咁光嘅燈光之下咧，做呢一個奇蹟棒啊 ！S10 快啲，唔係黐線奇蹟棒，童顏棒，咁光嘅燈光之下，嗱呢一部破壁膠原機咧，第一二個模式咧。第二個模式可以 everyday 用，第三個模式咧可以係幾時用咧？可以係一個星期用3次。如果係一啲成熟性嘅肌膚嘅 fans， 如果唔係咧，你懶啲嘅一個星期可以用2次都 OK 嘅。呢部機真係幾好，唔好問我仲有冇，我都好難訂翻嚟。嗱，好似蘇蘇咁樣搽咗咁多嘢咧，吸收晒嘅時候咧，你就唔使抹噶啦。咁啊，譬如你喺屋企得閒喺屋企，哇，我要出街咯喎，咁啊又喺度做完機啦。咁呢個 moment 咧，你就捽均勻少少啊，捽均勻你塊面先。OK 嘛 ？OK 啊。咁所以咧，呢個 S10咧。哇，好用到不得了！有呢個薰衣草油啦，摩洛哥油無啦啦 S2 係419蚊，破壁膠原機419有圖嘅，唔識整翻走張圖。冇咗啦，係419。咁抹一抹手先。S10，因為咧佢呢一個咧有薰衣草油啦，有摩洛哥油啦，有蘆薈啦，可以幫你降低敏感啦，有當歸嘅成分啦，可以幫你行氣活血啦。咁仲要最緊要嘅地方咧，佢係個 cover 程度好好啦，你個毛孔搽完出嚟咧收得好好啦。或者如果你皮膚係一啲好乾啦，或者好大皺紋嘅話咧，呢一個產品亦都可以幫到你，因為咧佢可以幫你令到你啲皺紋咧唔會起摺，即使搽咗粉都唔會起摺。佢嘅膚色咧，佢嘅顏色咧係得一個色，但係透過你嘅體溫咧，自動感應翻你本身皮膚嘅顏色。OK， 咁啊，蘇蘇搽俾你哋睇啦。呢一個咧係防曬度係極高 ，SPF 50，亦都係咧佢嘅成分係非常之安全啦。咁亦都係咧今年嘅巨作嚟嘅。想修飾輪廓，搽呢一度先。想修飾輪廓就搽呢一個位啦，之後再搽呢一個位置，再搽呢個位置啊。咁蘇蘇咧就俾效果大家睇睇先，用緊未？用緊比較好評呢個 S10，同埋咧佢呢一個咧好好推啊，超好推。佢連你嘅黑眼圈、你啲斑點都可以遮得住。等等先，
Maggie 好啊，我會有同事 mark 低會聯絡你噶啦。大家見唔見到效果咧？佢唔係好白，因為之前嗰個筆白到黐孖筋。呢個 OK 係嘛？唔睇好唔好用啊？呢個見到個膚色咧係好自然，同埋咧如果你有面油啦，又或者你係佢亦都可以幫你控埋油嘅。咁同埋咧佢係真係 keep 到全日咧，幾乎唔甩妝咁滯嘅。咁我再搽埋呢邊，自然真係好靚，真係好靚。如果好似蘇蘇呢度有斑，你而家即管睇睇啦。真係靚到一個極點，同埋好好推，同埋咧仲可以拆出嚟洗。冇啦，我400支買晒咯，等貨返。哇！出自吳太嘅口就一定係好用啊，吳太。掂唔掂？哇！呢個搞咩啊？靚到咁交關嘅，係咁樣噶。你要光澤有光澤，要控油要有控油，要收毛孔有毛孔，要遮紋有可以，要遮隻斑都可以，要遮呢一粒都可以。教你哋用印一印，千祈唔好喺粒印嗰度印啊，喺側邊。搞掂。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爆款，今年嘅爆款 S10，只需要收你90蚊，買一送一。掂唔掂啊？有冇人用緊？有冇人用緊？掂啊咩？你過嚟試下。好，只呢一個價錢真係眼都突，同埋咧真係好好。完咗，咁我而家抹一抹佢，我哋進行呢一個瘋狂打呢個 S3，因為佢 S3咧好勁，因為真係咧有一個子彈喺入邊嘅，嗰個子彈咧用嚟做啲咩嘅咧？係幫你去黑眼圈。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蘇菲之前嗰個直播，佢有教過嘅，佢有講過嘅。抹眼細力啲，哇！落咗妝都咁有光澤，係咪癲㗎，大佬？我蘇蘇咧呢個 S10就俾大家體驗下全球最好用嘅粉底啊！超好用啊！咩過嚟試啊？我做咩住 S10？哇！S10，哇！落咗妝都咁靚啊！啲皮膚真係搞唔掂，好似卸咗妝就好過化妝係咪？係呢個 S 嗱，你一定要打，因為呢一個咧係做緊 promotion，喺新加坡嗰邊咧係賣咗8000盒，我哋加拿大濕碎啦，我都係翻咗50幾盒啫嘛。咁好啦，呢一個有啲咩咁勁咧？因為咧佢係新一代嘅黑刺眼，佢意思係你做一次，因為佢一盒入邊有4一盒為之一個療程啊。一定要連續用4日，你做一次咧個效果已經好明顯噶啦，因為咧佢做一次等於你做咗10次嘅眼膜，係10包啊，即係已經係好多對嘅眼膜。第二樣嘢咧，佢係做一次等於你打咗3到4支嘅水光眼針，亦都係咧呢一度咧呢一個療程咧係冇需要復原期嘅。
咁只要咧好簡單，我教你哋用，因為咧佢有一個子彈頭發明嘅專利，係承載住嘅能量咧，同埋一個鮮嘅骨膠原咧，係達到170%，亦都係全球最首創嘅一個眼膜。咁首先咧，佢個波長咧有590嘅 mm 啦，係黃光嚟嘅，佢可以幫你改善嘅黑眼圈啦，有600mm 嘅紅光啦，舒緩翻你本身眼部嘅疲勞，係啦，下垂嘅問題啦。最勁嘅地方咧，佢就要800嘅 mm 去幫你可以去除你嘅大量嘅幼紋、動態嘅紋，亦都係注射翻一個係無痛嘅肉毒桿菌喺你嘅眼底。你見唔見我對眼好 sharp 啊？我依家呢一盒第二盒，我教大家用第一盒。咁首先咧，打開你哋，因為好多 fans 都已經係買咗噶啦，買咗你唔該啦，而家攞翻出嚟。我咪你瞓覺先啦，早唞啊，早唞啦，咪咪。有睇蘇菲亞，真係好勁，呢一個真係好勁嘅。咁我哋而家賣緊嘅價錢咧都係平嘅，喺加拿大喺北美都有得賣，但係佢買緊個美金咯。但係我哋呢個咧已經係連埋你個稅噶啦。咁拎起第一個療程，第一盒，咁咧佢係全球首創嘅，佢嘅用法係非常之複雜，非常之複。S3係咩嚟噶？只要你搣開佢，你咧睇完我直播之後咧，你哋自己去睇翻蘇菲嗰個直播啊。咁然之後咧，我想 show 一個係真實嘅案例俾大家聽。我揾翻阿 Flora 出嚟先。Flora 咧就話真心分享呢盒眼膜，佢用咗一次，佢個眼紋冇咗80%，仲要叫我幫佢留2盒，係啦。咁啊好啦，呢一個開始噶啦。佢都比較複雜嘅，佢一盒都幾多嘢嘅，好唔好？咁只要咧打開，我教你哋用埋啊嘛。我教你逐個 step 用，呢一個係有少少攰嘅，因為我哋講埋咧就收線，但係你哋一定要睇咯，你唔睇唔得啊呢一度。首先佢有一盒嘅眼嘅微針膜，微針膜係令到你嘅皮膚咧係打咗幾廿百倍嘅水光喺你對眼度先。首先一拎開就好簡單，你知唔知你要用2個鐘頭啊？知唔知？將鞋嗰邊貼住自己對眼，有黑眼圈眼紋嗰個位置係印落去，哇！係勁嘅，係有針嗰邊拮返自己，係痛一下嘅啫 ，OK， 痛一下嘅啫。等下先，溶咗啊，大佬！搽咗呢個保濕膜先，佢一盒入邊咧有4對嘢嘅。Hello D.E 係啦，哇用啦，唔得你要擺翻落去啦，我黐到好實，用咗個保濕膜先，你再擺落嚟。用啦，我用晒哦，然之後咧再擺呢一個眼膜，呢一對眼膜先至係一個重點 ，OK？ 擺落嚟，擺落嚟啊！佢用個子彈頭，頭先嗰個咪子彈頭咯，敷住。敷得唔靚添，唔緊要咯。然之後大家拎起呢一對眼膜，大家打1時3先，搣開佢，扭一扭。呢
呢一個無論你有眼袋啦、黑眼圈啦、眼紋，哇！呢一個勁到咧，我自己用完都 O 晒嘴嘅。搣咗呢一個膠佢，搣咗呢個膠佢 ，OK？ 搣咗佢，擺落嚟，佢就着燈噶啦。咁啊着燈係點啊？我梗係要搣咗我呢一嚿膠佢噶啦，大佬。嗱，你擺咗落去貼2個鐘啊，貼1個鐘都得。大佬，我都冇咩眼部問題。見唔見到？見到俾個讚好，蘇蘇落力啊！拎翻出嚟，拎走佢，着咗燈啦，用一次就掉啦吓，因為咧佢用咗佢獨特嘅專利啊！你估唔到我咁快有貨係咪？琴日做520優惠。哇，同埋咧，你問我有咩感覺咧？暖好耐噶，佢會暖暖地，然之後咧，你呢一塊嘢咧，你可以瞓2個鐘或者你睇劇又成啦。咁主要咧，佢而家咧係用翻佢個子彈紅外線啊，係令到你而家呢一刻嗱呢一塊好厚嘅，我想同你講呢一塊嘅精華素嘅膠原膜係好厚嘅，加上頭先嗰個膠原膜識得自我溶解嘅。首先拎起。一盒入邊有第一個保濕膜，搽咗個底，保濕膜搽咗個底，跟手咧就拎起頭先呢一塊嘅直針膜，新一代活性嘅直針膜。第3個 step 咧就拎起呢一個嘅膠原槍膜，呢一塊白色嘅膠原槍膜 ，OK。再加埋你呢一盒嘅刺針眼肌膜喺度，好留心睇。呢一個咧，你要一定咧要用夠1個鐘或者個半鐘，2個鐘我覺得 over 咗，因為我有一次攰得滯瞓咗，然之後咧就唔知係咪敷咗4-5個鐘，然之後咧我覺得哇〜唔知係咪缺氧啊？對眼白晒，即係我話個黑眼圈唔見晒，所以我覺得太耐啊。係啦，咁然之後咧，第2個 step 完咗啦，第1日完咗。你唔識嘅話咧，佢第1盒入邊都已經有一個詳細嘅說明書，咁我講少少啦。咁你第2盒係做啲咩咧？第2日用啦，第2日用。我開埋咧，聽日我就會用噶啦。呢啲好難做直播，因為呢一個好難搞嘅。咁首先佢用咗呢個保濕膜，再用佢呢個凍乾膜。第2日啊，佢寫住 1, 2, 3嘅啦 ，OK。凍乾呢一個先夠勁，乜都唔使理。搽完呢一個，再搽呢一個保濕膜。搽咗保濕膜先，再搽凍乾，再搽保濕膜都得嘅。呢一個咧，再講多少少，佢1盒4次，1個療程，1個月最多用2次。如果想真係去做到一個極度嘅眼袋緊緻，或者你想真係清一大半嘅話咧，3盒為之1個療程。因為呢一個產品咧喺全球啦，北美得美國有，而家加拿大都有，但係我哋係有貨就有，冇貨就冇。咁同埋咧係可以做到。即係喺新加坡啊，喺亞洲嗰邊買都好行噶啦，呢個 S3。咁同一個牌子咧，佢而家話係同一個牌子咧，佢係勁過你係喺出邊打無數嘅肉毒。如果你打肉毒咧，大家都知係即係2-3個月就冇過啦嘛，你就要去打噶啦嘛。呢一個咧就話俾你聽，佢好似咧做到一個半永久嘅狀態。呢個唔係我講嘅 ，OK， 唔係我講噶，係嗰個成張嗰個 catalog 講噶，係啦。咁總之你連續用4日啦，你個眼紋咧係減淡咗50% 啦，魚尾紋啦35% 以上啦，同埋最緊要去眼袋、去眼紋嗰個程度，幾乎係去到50% 以上。只要呢1盒嘅療程，你完成呢盒嘅療程，就係而家你想睇到嘅效果。因為我而家咧做直播咧，我就唔咩噶啦，我就唔除噶啦。
之後咧就係咁樣瞓覺噶啦。所以咧呢一個黑刺眼，大家重溫蘇菲同埋代理商去講嘅再講 detail 啲嘅。所以呢一個產品 S3 只需要180蚊，180蚊係啦。呢一個咧係蘇蘇極力推薦。極力係特別係有眼袋、黑眼圈、眼紋長期都唔走嘅人士。咁我哋有個客咧叫Flora 小姐啦，佢嗰個佢本身都冇咩問題嘅，只係有少少眼袋有少少眼紋，但係咧佢就係用咗一盒，佢覺得好好效果，再翻 check 係啦，就係咁啦。呢一個係真實案例，亦都係好多客去講嘅。咁所以咧呢個 S3。你今次買到就買，我就幫你訂，因為香港都係得100盒，係啦，好似好老人家學唔識，好簡單嘅啫。你跟住佢 step， 佢有個説明俾你嘅 Fanny， 有説明俾你，做得好 detail 嘅。咁啦，咁呢一個 S3只需要收你180，有興趣嘅 fans， 你無論新 fans 又好，舊 fans 又好，有眼圈、眼紋、眼袋嘅問題，不妨真係體驗下。呢一個係蘇蘇嘅私心分享 ，100% 冇效果我點都得，一定有效果。你知唔知我着緊燈嘅？嗱，你用完佢呢一劈嘢就已經可以掉噶啦。嗱，再講多少少啊，因為咧佢第二個療程啦，第二盒啦 ，Day 2啦，同 Day 同埋 Day 4係一樣嘅。係一樣，但係嘅成分唔同。Day 3咧同樣地有呢一盒嘢喺，有呢一 pack 嘢喺度嘅。完咗。Day 1、3有呢一 pack 嘢 ，Day 2、4有呢一 set 嘢。係啦，呢個直播就係咁上下啦。要咗貨嘅 fans，小助手咧就會。mark 翻低，蘇蘇咧聽日咧就會幫大家去執翻啲貨。咁嚟緊咧都會有個郵局咧就會罷工，但係唔使驚嘅。蘇蘇咧就會有第二個郵政去幫大家去 ship 翻走啲貨嘅，好冇？咁啊，希望大家都會睇到呢個直播，都會更加明白點樣用咩手勢去同用咩產品可以配合做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啦。我係極力推薦啦，經濟又實惠嘅。呢一部 S1 嘅北極光 2.0， 好冇？係啦，多謝大家收睇呢一個直播。係啦，無論新嘅 fans 唔緊要嘅，蘇蘇咧就會聯絡翻你哋。係啦，蘇蘇會聯絡翻你哋。咁就之後咧，你可以出嚟 pick up 或者寄貨都係冇問題嘅。咁 Holly 肯定係新朋友啦，係咪？Helena 亦都係新朋友啦，係咪？仲有頭先好似仲有啲新朋友仔嘅。係啦，咁蘇蘇聽日會聯絡翻你，咁就大家唔使擔心。咁頭先訂嗰啲貨全部都有噶啦，除咗北極光 2.0， 係啊，等到6月尾79蚊俾3件嘢你，79蚊俾3件嘢你。Holly WhatsApp 蘇蘇647233765 647233765，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直播。希望大家都睇得開心，學到嘢。咁下個星期咧，蘇蘇會做一個劈價優惠㗎啦。劈咩價？劈元祖系列嘅產品，劈元祖系列嘅產品真係大鑊啦！一到貨就劈價，日本產品嚟嘅。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直播，早唞啦，晚安啦，拜拜。